灵儿，你别这样。你很久没有叫过我灵儿了，你还记得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吗？那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候。如果可以，我真的希望自己在那场车祸中死掉，这样我就不用承受失去你的痛苦。我们已经回不到过去了，你还是把以前都忘了吧。现在梦醒了，你也可以重新过你的人生了。你真的想要我放手？真的想要我彻底的忘记你吗？我就是不想再一次的伤害你，再看到你为我受伤了。沐泉，再吻我一次好吗？就当做是最后告别的礼物，好吗？你为什么把沐尘锁起来？我们之前不是说好了，你会控制他的思想，让我们永远在一起吗？你放心，沐尘在血月祭祀之后，我得到了黑暗神的元神，我就放他跟你在一起。祭祀不会伤害到沐尘吧？我只是把黑暗神的元神从他的身体里吸出来，他不会受伤的。沐尘，沐尘，你醒醒！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好，你就再忍耐一下吧，啊！嘉玲，你说说吧，殷昊天是骗你的，骗我又怎么样？只要可以跟你在一起，我宁愿被殷昊天骗，被龙溪骗，就算他们拿走我所有的东西，我也无所谓。我以前认识的嘉玲，坚强、善良，绝不会伤害任何一个人。现在的你，太让我失望。太让你失望。我再好，你还不是选择离开我？如果当初我拥有和你一样强大的力量，我就不会在那场车祸中毁容，你也不会不要我。就算你得到了我，你就会幸福吗？我知道，我只知道，如果没有你，我一定不会幸福。我宁可去死，也不会让殷昊天的阴谋得逞。不可以！如果你敢自杀，我就在你面前死给你看！住手！我就知道，你还是爱我的。殷昊天没死之前，我是不会死的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干
赤焰，站住！赶紧把他放了！赤焰，你这个叛徒，你背叛了昊天大人，就不怕他把你碎尸万段吗？少废话！放还是不放？赤焰，你别管我，你快走！子苏，我绝对不会丢下你不管的。他可是制造变异血清的人，你居然还敢跟他有牵连？我告诉你，今天我一定要把他交给昊天大人。那你就先过我这一关！不许伤害凤仪！大人，赤焰协助那个女孩制作变异血清，她背叛了您。是吗？一切都是我做的，与他无关。只要大人能够放他一命，属下甘愿一死抵罪。我给了你最强大的力量，为什么非要得到变异血清？我只想做个普通人。既然这样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只要你能证明你的忠心，我就饶你一命。你要我怎么做？不要！子苏，杀了他！我做不到，我做不到，我做不到，我宁愿杀了我自己。我做不到。子苏，赤焰，自从我爱上你那一刻开始，我就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。我不会后悔，我会带着爱你的心，幸福的离开。杀了我吧，子苏，我不该介入你的生活，是我拖累了你。不杀他也不是不可以。只要大人愿意放过他，属下甘愿为大人肝脑涂地，死而后已。很好，把你的心脏交出来，一辈子效忠于我，别想做什么普通人。